政府公布本年度第3季賣地計劃，將會推出5幅住宅用地，2幅位於大埔，3幅位於啟德，合共可供興建約2800個單位。另外，港鐵計劃招標2個，分別位於何文田站同黃竹坑站嘅首期物業發展項目，估計合共可供興建約1800個單位。5幅住宅用地連同2個港鐵招標項目，估計合共可供興建約4600個單位。第一呢，我哋今季呢有2個鐵路項目，加埋係1800個單位。喺上2季呢係冇鐵路項目嘅。第二呢，就係喺上2季我哋宣布政府賣地計劃嘅時候，我哋當時所掌握私人重建或者發展嘅項目呢，嗰個供應數字呢係好少。但係當我決定今季第3季嘅賣地數字嘅時候呢，我知道呢，去到今年8月底呢，呢一個財政年度嘅頭2季裏面呢，私人重建或者係發展嘅項目呢，加埋呢有1440個單位㗎啦。因此我就略為調節一下第3季嘅政府賣地嘅數字。經此調節之後呢，其實我哋預計今年3季加埋個土地供應數字呢，已經係達到全年嘅目標嘅87%嘅。商貿用地方面，政府將招標出售長沙灣1幅商貿用地，提供約92700平方米總樓面面積。